莫想要不得，有吃要，有吃要不得。你是了，老房子你是。也不为。大石头都不为。都不为呀，还拍在心上。还养要不得，养要不得，还丢位菜总得要不得，施工我家要不得，一样要不得，还后边洗我俩老掉了。哎呦，你这不要我交个半里去啊！弟弟不要生气，孩儿本领高强，为上山西去当人。妹，你个别样要不得，你有三只猫到山岗里向打那个，真是。还山岗里向压子压头啊，还压鸡压猫都当得了。这要是我的东西，我都会当。哦，要我的东西，怎么当得死是呗？蛮好话。你当鸭子鸭头都要这个，还有那猪肉粉嘛？鸭哥也不能打开当鸭子，还鸭子肉当猪肉。对，不你啥也蛮好的。你这，还只表当鸭修，你别样事情话我走了。我还为写字写文章。哦，我写字写文章，你是啊晓得个？哪当中？这个。你娘别不写字，那不得妈娘开饭店，开饭店时候人家要吃饭，还一栋里都蛮好，有些不三不四个人，还同里不服，哟，老板，你不想这张台上一边，还东里个老板想这张台上一边，他娘爸不写字，经常吵相骂打小打。对呀，谁可以用文字记载？哦，即将记不来，可以用文字记载的。那么你不哪怕即将也好，还能10多人了对吧？差不多都认得。差不多个10多人了对吧？阿爸不相信我讨好你想，我是想两天不人想人了得人了得哈，那吹牛逼没说，光是就差不多都人了得，我想的人想哈，天师，一对个，这个也很二对个，这个也很三好用，各自的好用，各自的1、2、3人了得。蛮好，1、2、3人了得。这是最简单的。你也没人了得，你也1、2、3就没人了得。还有一个是阿爸慢慢想，还有一个是这是干，这是这是抓错，这是你去个抓，这在本地人这是干，这是不会呀个不。嘿，记得了。老头子，你这个咱们去抓好嘞，干抓好嘞，只有不会呀，没有抓会呀，你都干。本地人们不会呀个不，吵阿婆个不，你去讲抓会呀，只有不会呀，没有抓会呀。你这，看到你又打水到水地方去。孩儿是江上今儿去，与这个是治病顾道理。对个，你个表兄还没良心不好，一定要到京都与他拼道理。侬一个人去，阿爸妈不放心，我两老逼侬。对。哎呀，一路之上岂不是要连累你们谁？不要紧，侬是我儿子呀，不要紧的呀。好，那就一同去吧。爸，孙子娘娘的梦子里蛮重的，要送5件给我。现在1件哦。1件。2件。2件。3件。3件。5件。5件。蛮好，你这，侬肚皮吃饱了伐？现在与我了。与我啦，阿爸到家里向买的肉有蛋有，到里向就蛋炒饭，给我宝贝儿子吃2头饭。恭喜！来，你这么一下到京都里向去啊来。